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7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总统蔡英文36年前的博士论文，今日开始会当伫国家图书馆查到，也希望这阵风波到这为止。彰化县的敬老金对3000变1000，县政府也表示讲，钱爱用伫较重要的所在。落水溪若到寒天，沙石仔就硬硬飞，河川局也当咧处理，后个月会来改善。总统府第23公布，总统蔡英文36年前的博士论文原稿，也授权予国家图书馆。在今日透早10点开始，台湾博士学术论文系统就会当查到伊的论文。总统蔡英文昨也伫面册来发文，强调讲，这阵风波希望到这为止。一到10点，订立台湾博士学术论文知识加值系统。蔡英文总统36年前伫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论文原稿正式公开，嘛会使登录。事实上，我们从昨天5点多收到这个电子档以后，就连夜处理。所以呢，最主要是我们要去加那个浮水印，这个时间比较费功夫。2-3位工作人员用3点钟把论文原稿电子化，透过电脑来看，字甲印刷拢算清楚。99枚416页的档案，阁有 LSE 学生档案留底。1984年1月23博士论文甲考试通过证明书，同年2月7博士学位授予通知书，阁有蔡总统的上升声明。纸张它会因为年代的关系，它酸化嘛，所以它会有泛黄的一个状况。事实上，以国图在我们有典藏1000年的古籍是一样的道理。事实上，它如果转化成那个电子档的话，事实上是没有受影响。蔡总统透早出席微软 AI 研发中心扩建落成典礼，是无过对这件代志讲话。但是26日暗时，伫南面册发文强调，假困的人叫袂册。恶意的人是袂插解说，博士学位有 LSE 的认定，拢有记录。希望使用假消息抹黑博士论文、学历甲 LSE 的代志，会当到这为止。记者综合报道。已经服务70档，到今还阁伫咧服务，而且是全世界上界流的畅水船海狮，在明仔载也会甲派里级巡防舰做伙伫基隆海军营区的活动出现，而且这个军舰目前还阁停伫基隆港的码头，也带各位乡亲做伙来看。我们海狮军舰从建造下水到服务迄今也有一定的年限。那我们现在主要的重点就是能维持我们的基本战力及人员的训练。那由于全舰的这个官兵的努力啊，我们现在各项的装备都能正常的操作，并能担负我海军相关的操演任务。这台海狮畅水舰经过9年的整修了后，台船也甲做一个大整修，搁回来到服务。这只海狮上深会当畅到1500公尺深，这主要是用伫训练畅水船的人员。明仔开始，民众会当伫基隆港码头参观到海狮号，搁有派里级巡防舰明团号也出现。现场也搁有乌鹰特摄机冲场，以及着海上动态操演等等，要互民众看到国军保家卫国精神。立法院伫咧17日来开机，因为拿赢不满二赢，推杀掉中共代理人法案，修正办法唔予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做施政报告。不过立院也答应讲，暂时无要来杀这个法案。另外也针对着走私分的案件，有人也讲，有总统府的人员也偷早36条分回来。苏贞昌也强调讲，一切交予司法来处理。去立法院备询的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总算上台进行施政报告，因为17日立法院开议，那也不满立院杀中共代理人法案来阻挡议事，和苏贞昌一直无法度进行报告。经过协调，立院答应讲暂时卖杀法案，那列达成初步的共识，苏院长总算会当上台。
不过针对高雄市长韩国瑜批评大港开唱当中，台北市议员区委家伫台电讲歹听话是作爽加下流的行为，所以院长是无认同。如果自己做一个有洞见观瞻的公众人物，自己也粗俗，就不能骂人家粗俗。另外嘛，针对司法案，佮逼出总统府咨询加早36条款，所以院长强调讲，得交予司法还是权责机构来判断，有啥物责任，就应该安怎处理。各种行为受法律规范，公务人员也一样。如果有任何情况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就由司法或者是相关权责机关来判断。尊重有权机关相关的调查，包括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都由他们权责机关他们来自行负责。针对传出外交部甲国安会人员嘛涉嫌伫会联机面顶买分的行为，外交部驳回，外交部的当然伫会联机面顶的个人买分的行为，毋是检调客债的对象，嘛无参加司法单位对债团购处分案。记者综合报道。亲民党的议员黄珊珊10月中有可能会来做台北市副市长，虽然目前是还未公布，不过也引起极硬的反弹，因为无事先甲主席宋楚瑜讲，亲民党也请郭文哲讲一声是基本的礼貌。近也有媒体报道讲，之前有风声要做过党副手的黄建庭，也讲郭台铭伫咧后礼拜会来争取亲民党甲伊提名选总统。伊本人也出面来陪会，表示和郭台铭无联络，尊重伊目前的决定。这个时阵无应该安尼甲伊陷害。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议会市长的施政质询方式有来改变，昨是头一天，敢若抽到头仔的11位议员有来质询到。不过一透早，就40几位的议员登记被抽到啊，立赢议员敢若7个人来抽到。时代力量议员也表示讲，下晡爱提出行政诉讼，争取议员应该有的质询权。昨夜7点还未到，高雄市议会就有议员来登记，最后总共有44个人要争取质询市长的机会。1号3号3号，很厉害。因为市政质询同话6点爱结束，前一天下晡3点钟，只有11名议员完成质询。27号早夜甲下晡总共2个时段，报响人数是22个人，但反对议员敢若抽到7个人，比例上占1/3，比前一天的拿率7比5较少。有议员决定提起行政告诉。我们会申请呢做暂时状态的假处分。认为高雄市议会要在这个会期给这26到28个议员，也有在后面有市政质询的权利。我们会把这样的诉状带到高等行政法院。不过，民进党抢到第一个质询机会，8名议员原本拍算共用15分钟，但敢若问道路工程争议，甲批评韩国瑜无互高雄发大财，嘛无办法互韩国瑜完整回答，就无时间。但第二个国民党议员嘛无放水，针对高雄进程大路有人开枪，要求市府改善治安。既有的监视器妥善率怎么样？没错。会不会说挂在那里没有功能？所以我已经责成我们警察局，把所有高雄市所有的监视器全面的既有的先检修一遍。韩国瑜前一天伫市政报告的时，讲到12月要伫高雄举办电竞嘉年华，但洪查出今年活动已经取消。市府昨夜嘛主动澄清，是延期到明年举办，并且对资料有错误补添。记者王家川、郭建顺报道。中央空服员罢工结束已经2个月过啊，不过劳资双方也是有争议，也因为中央航空伫咧5月时阵有公告，若准来罢工就来禁止年尾调薪、取消机票优待福利。通知空服员职业工会也针对着这款情形提出不当劳动行为，也因为27会进行最后一场的裁决。工会昨暗也伫劳动部头前静坐，在今日透早，佮呼吁劳裁会爱公平处理。要求工会同意放宽航班超时的审查标准，才愿意提出更好的恢复方案。长荣航空从8月开始，已经有165的航班次趟趟缺员，甚至有航班缺5名空服员。从2019年到现在，已经被检出63次违法超时航班，3年来超时航班的罚款更高达250万。工会批评中央航空声声句句爱空服员登记，再来整算中效，无顾到飞行安全，敢若故意追杀工会干部，
搭罢工的空服员都靠薪靠薪水，现场也有华航工会代替产业工会来甲因听，这个判决的结果会伫20天内有上新的结果。这个物件用外送是真生行，也因为外送员的劳动条件、安全、甲食食外送的食品规范，目前是拢无。行政院消保处也表示讲，最近的争议是愈来愈多，会讨论对策。餐饮的外送员骑机车伫咧大街小巷转来转去，外送服务真时行。但是根据基隆市警察局的统计，敢若今年的顶半年都20外件外送员骑机车出车祸的案件，有伫为着这期外送员的雇佣关系无清楚，工时甲劳动条件目前无法度的规范，伫车路送餐等于是微博单共款。街跑的平台外送员常常因为抢单赶单变成马路上很多未爆单的快送员，所以我们认为说，慢的政府必须让现行的法规追上快速员的这个速度。刘毅阁指出，外送餐饮无 SOP 机制，食品安全值得顾虑。一旦食品变质，危害到消费者的健康甲权益。但是目前嘛无相关的法规约束。行政院消保处表示，最近确实有观察到外送被大纠纷变较侪。目前知影卫福部已经咧收集相关的资料，消保处嘛研究保障消费者的对策。我有在注意到这个现象啊，其实外送平台争议比较多。怎么去处理？因为比较大的问题是卫生的部分，因为卫福部这边已经走介入了。针对外送员劳动条件保障，劳动部表示，已经伫8月底邀请11间外送业者讨论食物外送员作业安全保护事宜，未来会订定食物外送作业安全指引，予外送业者遵行。记者综合报道。中大学公布到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80.86，小起小看尔。伫6项指标内面，买内在性财是增加10.6，不过也有工课机会，说是9年来上佳价。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公布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是80.86点，比顶个月淡薄仔升悬1.12点，但是伫咧6大指标当中有起有落，其中反映房地产的未来半档购买耐久性财会时机是大大增加10.6点，来到102.25点，偏向乐观，是这4档来的新高。台商回流的这部分的资金，政府是有一些控管，他们在台湾可能也是有相当大的资源啊。好，所以他们还是很有可能是用个人的名义去买房嘛。反送中的这个时间，拉长了之后呢，那个香港的经济已经看到有明显的状况。那我相信有很多香港的资金，它还是会外逃。下降幅度上最指标是未来半档国内的就业机会是89.70点，和顶个月调查结果比起来下降4.3点，创下9档来的新低。学者认为，这个部分反映国内去年第4季开始出口产业的景气一直爬袂起来，进一步对就业市场产生影响。搁再加上中国限缩中国客自由行后续效应开始出现，嘛连带影响到经济成长。世界第1大跟第2大的经济体。在这个里面，因为他们的贸易大战的结果，在这个里面都算是有点两败俱伤啊。美国的市场的减缓，中国大陆经济也随之减缓，当然它必定会拖累我们台湾的出口。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它势必会对台湾的这个就业的市场产生直接的冲击。学者表示，目前台湾主要整体经济呈现外冷内温，类似因为台商回流的关系，中南部农渔产品出口状况袂歹，这对支持消费者的信心拢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政府也打算要扩大秋冬旅游补助，前也阁要打算要来送200块的温泉抵用券，提升全国19个温泉区的观光。今仔日也邀请到温泉业者来做意见的交流，初步规划会亲像夜市啊抵用券同款，在每年正月23以前，若准有去带全国秋冬旅游补助的饭店丢送。大同县知本温泉观光区为自2016年开始成立愈来愈歹，
大房率只剩2-3成左右，全国19个温泉区也是同款。政府为去年推出刺激国旅补助方案以来，也是无啥物明显的提升。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26、27两天伫台东调会员来开会，讨论交通部提出比照国旅补助夜市馆模式，补助国旅带一暗，补助泡温泉的方案。目前我们暂定实施啊，就是这个泡汤券的部分啊，就是200块，就是我们去大众汤消费，就是一人免费。交通部表示，目前初步同意温泉观光协会提出的要求，不过要等到实施办法决定后，才会对外公布。不过游客听到这消息，拢真欢迎。优惠越多，我们越会想去观光啊，也是很好的一个政策啊。希望说有更好的配套措施这样子。观光局指出，目前温泉泡汤券补助方案应伫无同款的温泉区下区使用，期限到明年1月23，而且会加速减少流程半钱给业者。最近也可能纳入扩大秋冬国旅补助方案项目，给大家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有一位姓曾的小姐，去年4月伫成大病院做甲胃缩小的手术，想袂到落尾也是一直挨杂杂。自去年5月带入去病院到今已经1年多，姓曾的小姐控告这个病院手术有问题以外，而且也讲病院拢无啥得甲插，这是什么款的情形呢？咱做伙来关心。并去穿的衫露出开刀了的伤口，已经1段外的时间，伤口顶面刷过打着纱布。厝住伫台南市的曾小姐，去年4月到台南新台病院做9位的手术，但是状况不断。伊指控除了医术胃部无完整的缝合之外，竟连续8天管管错误，害得胃的伤口是流汤，造成发炎。他们就下来，就是从这里灌食、灌水、灌牛奶。那也有灌到药，到了第7天之后，有一位护理师才发现灌错了，原本的破洞有稍微又扩大了一点点。最后换来的回应是医院的不理不睬，连我们最基本的每个月的例行检查，我们跟院方跟医师反映很多次，他们也是一样不理睬我们的。家属竟讲，当时是有一名理性的医师来操刀，但是事发了后，却拢无采用。院方经后边换主治医生，家属才会起价伫病院外口放宣传车，北上被迫调来抗议。家属只是希望病院甲人治疗好。对此，新台病院是出面回应表示，已经是坐处协商善后医疗的问题，甚至搁甲卫生局做医疗纠纷的调处，但是拢无达到家属的预期。我们有提供这些照护的建议，那但是他有一些他个人的考虑，所以一直没有采纳这样子。已经做过调处，个案目前还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处置，这样子。新台病院是表示，有关胃部的问题以及鼻肠管灌食的问题，都已经处理好啊。嘛强调，这都不是造成曾姓女子长期住院的原因。以后小嘛持续来沟通，盼望早日解决家属的问题。记者郑云台南报道。讲到大肠癌，已经是连续11档摆伫民众上会得病癌症的第1名。马街病院有一位病人发现讲，伊的家族无人得到大肠癌，伊的排泄物去检查也真正常，一直到伊的腹肚边有结节源，而且佫会痛，去检查了后才发现是大肠癌第4期啊。28岁宋小姐无特殊家族病史，生活也真正常，长期伫国外工作。去年开始腹肚常常会痛，伫国外看医生被确诊是肠素症。回来台湾了后，伊接受粪便潜血检查，一切正常。不过去年底，医生躯边会痛，佫肿起来，再度去看医生，发现大肠甲肝脏拢有肿瘤，而且已经转移到腹膜真侪所在，确定是大肠癌第4期。因为他太年轻了，所以我想大概还是就是说做潜血反应上，它只是一个敏感度比较不是那么高的检查，所以也许当时做的时候刚好那一次它就是阴性的。好在宋小姐经过肿瘤检测术，配合温热化学治疗了后，目前复原真好，只需要定期追踪对赛。医师表示，大肠癌已经连续11年，是台湾人癌症复发率第1位，平均每年新增加15000名患者。最近这几年，各有年轻化现象。我们的生活习态油脂类的东西吃很多哈，然后再加上这几年我们的
不管是政府还是说一般的健康检查，它都会纳入所谓的粪便潜血。医师提醒，粪便潜血是上初阶的体检，可会出现危险性，所以建议有大肠癌家族病史的民众超过30岁，每年做一摆大肠镜检查，才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大肠癌第1期治疗了后，5年存活率仍达到9成，就算是第4期存活率也达到2成左右。记者综合报道。中法院去年才施行1年的369禁脑金，在今年相关的预算缩放汰掉，本地65岁以上的民众会当领3000块，仅敢若剩1000领。不过中法院政府也解释讲，因为无钱，一个钱就爱拍24个角，爱用伫真正有需要所在。公园内底一透早就袂少老人来运动，每年伫咧中央进程，中法院的老人拢会领着县府发的禁脑金。不过，为去年开始实施的369禁脑礼金，敢若实施1年，今年就大抽水，互袂少老人有所怨言。预算都通过，是欢喜甲讲，今年安尼有啥呢？结果讲，隔时甲讲剩1000。像简实是安尼，今年才第一届领禁脑金，就拄着福利求水的人无算少数，原本满65岁就使领3000，80岁以上有6000，90岁以上有9000，但是今年相关的预算被删减，禁脑金全部拢敢若剩1000。不过嘛有民众认为这是福利有就好。这算假啦吼，人的生意啊，咱专门有就好啊啦，看也无啦。我感觉我有领就好，我就欢喜啊，安尼就好。对啊，我这就安尼就好啊。对部分民众的抱怨，中法院社会处表示，县府的财政真正无好，钱爱用在重要的所在，希望民众会使体谅。我们彰化县的财政的确是非常的困难，而且我们很多对弱势救助的钱都没有编足。所以这一次在369做了这样部分的调整，我们整个的调整是用排付的，所以只要是低收、中低收的部分，还是维持原来的369。消费处强调，禁脑金并无删除，只是减少原本369禁脑金的预算爱8.4亿，删减了后剩3.5亿。剩来经费将会用伫咧对弱势的照顾，也有教育、甲治水等基础建设。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嘉义市伫咧顶礼拜二所启用的动物保护教育园区，不过用心付出的嘉义市动物守护协会理事长吴玉才，伫昨收到一封恐吓的批信，内面写着中华溪州动物园区设置过程，还有几张真恐怖的相片，避免这个案情是灰哥哥灰未清，透早也赶紧去报警啊！一张恐怖的相片。看起来好亲像是去流浪狗攻击而死亡的孩童。这是嘉义市动物守护协会理事长拜四暗时收到的恐吓批。理事长就表示，内底的相片拢是跟家人查囝差不多岁数的相片，所以伊才决定要来向警方来报案。里面记得是很多跟我女儿同龄的尸体照片，有脸部破掉的，有脖子断掉的，那也有大体照片，这样都是相当血腥。那所以造成我家人极度重视这件事情，所以督促我一定要完成报案。通知相关单位将该证物送交给那个鉴识小组来采集基证。另外，本所会依规定将他案件受理调查。理事长指出，因为批顶头有讲到中华溪州动物保护园区发生过的冲突事件，所以伊嘛怀疑这份恐吓批是针对进前伊甲家的市民共同成立的动物保护教育园区而来的。其实动保议题是大家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那我们会希望大家能够以理性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来讨论。那发生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恐吓的事件，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遗憾。我们希望警方可以早日针对这件事情来破案。嘉义市动物保护教育园区9月17号才正式来启用，结合教育空间的动物收容环境，也是全台湾第一间。理事长就呼吁，这个园区对嘉义市民甲动物拢真重要。希望不管是支持或者是无支持的民众，拢会当保持理性，唔通做出伤害家己也是别人的行为。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台湾世界展望会最近也辅导弱势家庭要来拼家己的生活，亲像伫咧花莲饲鸡生蛋的翁仔某，透过家庭培力方案提升家庭的经济能力，希望会当发挥一人担一担，也会贴生产的精神。
这是花莲寿丰乡水连川的山顶，为着要饲出上健康的放山鸡，陈爸爸逐工拢挂青的干网来饲。陈妈妈要捡鸡卵的时阵，该先甲鸡母默默的讲两句好话，才会当去鸡寮捡上青的卵。不离个要伫山区饲鸡是真无简单。有时候你捡蛋的时候，箱子里面怎么一捆蛇在里面吃蛋，真的是太恐怖了。然后他们还会假后倒修佛，就是那个石蟹猛，他们会一群，就是爸爸带妈妈揪朋友一起来。细大阿母伊目前有2个读国校的查某囝，家庭经济状况是无啥好，啊毋过放山土鸡甲2个品质煞真悬，所以电白会邀请因家己去生机发展培育鸡龟，佮有爸爸去学做胖，使用家己的卵，可以用鸡蛋去加工，然后做蛋卷，然后帮助我们这样子多一份收入。电白会强调讲，生机发展方案就是要找出符合在地产业特色的方案，来协助弱势家庭自立，譬如讲进行农作物产销、饲鸡、餐饮、特色观光等等，互培力个案的家庭得到技术。透过家庭生计的一个培力不管是主业的培养或者是副业的培养我们相信只要主要照顾者的经济能力获得改善那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照顾。而且，就伫咧经济能力改善了后，弱势家庭的生活嘛会当培养出自信。甲因过受帮助的角色无同，未来嘛会当帮助其他的家庭徛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福真。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为了要解决反送中的争议，昨暗也举行社区对话。不过，这场对话也真侪人来反对。有的民众认为讲，林郑月娥伫咧过去3个多月，拢无咧甲民众陷害，应该爱落台来负责。另外，也张歌也有学生囡仔伫咧抗议，实在是真解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人也未到，抗议的民众就已经伫咧体育馆外口画口号。香港政府头一场社区对话，26暗时7点，伫咧原来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这是林郑月娥为着化解反送中争议展开的头一场对话，大概150个市民参加。無論幾艱難，我同我嘅同事都認為呢個嘅直接對話應該開始啦。因為喺呢3個幾月，我相信無論大家喺咩嘅身份，喺咩嘅立場，佢心裏邊都係感到好痛、好焦慮，甚至憤怒。主持人抽口經民眾出來發言，有民眾批評林鄭月娥根本無把民意放在眼內，特殊香港人氣噗噗。伊強調，香港政府無應該把唔對嘅事情塞予通識教育、幫惡問題，甚至少年人。係你啊，係你完全漠視民意。係你管治無能，你同我聽清楚，成場運動走到今日，最大責任嗰個係你，你必須下台。這場2點半鐘嘅社區對話，會叫比10招，比原本約定嘅時間佮延長半點鐘，總共30個市民發言。差不多200個中學生排幾排圍做一連，一直喊口號。會場外口為下晡到暗時，抗議嘅聲音攏唔捌停過。體育館外口也組織幾百人喊5大訴求，一個攏袂使欠。It is a show for her to try to pretend she is listening to the Hong Kong people. Actually, we are protesting for 3 months. From 9th of June. Everyone is walking on the street, but she's not listening any one of us. 頭一場嘅社區對話，在咧暗時9點半結束了後，場外示威者是甲出入口攏踢掉咧，無要互伊走，一直到半暝1點半左右，伊才為體育館行出來，坐車離開。記者綜合報道。美國聯邦參議院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就連續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要求美國總統逐年攏愛列出危害香港人權的人名單，也要給因制裁，也要承認香港甲美國關係，支持香港人民的抗議權。中國外交部也批評講，美國是在干涉中國內政。美國聯邦眾議院每當時間2個通過香港人權甲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which requires regular evaluations of Beijing's aggressive attempts to interfere in Hong Kong's society. And there's Mr. McGovern's Protect Hong Kong Act, which addresses the disturbingly excessive use of force by the Hong Kong police against protesters. This bipartisan bill ensures that U.S. weapons aren't being used to contribute to these horrific abuses.
法案明定，美国总统每年要列出侵害香港人权的人数清单，并且以冻结资产、拒绝入境等方式制裁。国务院也要定期向国会提出认证，确认香港是毋是有够的独立权，而且也承认香港甲美国双边关系，支持香港人民的抗议权。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法案了，参议院也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参议院的版本。中国外交部是做出回应，讲美国通过这项法案是无讲事实，也是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委会无视香港激进势力和暴力分子的恶劣行径，无视香港社会各界的民意诉求，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执意审议通过上述涉港法案，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充分暴露了美国国会一些人搞乱香港、牵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更上强调，香港回归后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香港是不是中国内政？任何人都唔能低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强烈要求美国停止推动法案，干预中国内政，才袂损害中美之间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在叙利亚内战期间，西北部是反恐区重要据点，祝福政府军甲罗西亚空袭几落摆。咱也知影讲，战火无情，有拍片的专家将战争的过程翕做是纪录片，要让众人知影战争的可怕。سما عملت هالفيلم مشانك بدي إياك تفهمي شو اللي كنا عم نقاتل مشانه。阿勒颇出身的瓦阿德卡特布为结婚甲生两个查某囝，多是叙利亚伫阿拉伯之春影响之下发生内战的期间。影片当中，除了成为太太、成为妈妈的欢喜以外，也看到病院被政府军空袭的惨状。为了闪避战火，卡特布一家4个人，伫2016年以难民身份逃去英国，可以有机会抓着影片，巡回各地参加影展，希望让更较侪人知影叙利亚战地实际情形。حلم اني ارجع يوما ما مع سما وتيمه وارجيهم المكان يلي سما ولدت فيه والمشفى يلي عاشت فيه السنه الاولى من عمرها. واكيد هذا الشيء ما رح يصير بدون ما يكون النظام ساقط، يكون بشار الاسد بالمحكمه، وكل الناس يلي كانوا سبب بالجرائم اللي صارت بسوريا يكونوا عم يتحكموا يوما ما。就伫卡特布受访问这几天，联合国大会伫美国纽约召开，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借这个机会公开指控阿塞德政权，故以化学武器对付老百姓。时间伫今年5月19。This attack was part of the Assad regime's ongoing violent campaign in Idlib, which has killed more than 1,000 innocent Syrians and displac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more. It is also the latest instance in a long pattern of Assad's chemical weapons attacks that have killed or wounded thousands of Syrians. 外电报道指出，美国政府伫5月4发动时就接到报告，经过几个月查证了后，确认是叙利亚政府军所做的。川普政府目前承办450万美金，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协助进一步调查阿塞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更较侪证据。记者综合报道。叙利亚政府军在今年4月开始，为着要收复和反恐军所占领的伊德利卜省，也加强对因的攻击。也因为安尼去扫掉一寡无辜民众，上无有900多人来死亡，也害到这民众是有路无处，敢若会当住伫山洞或者是废弃的公车内面。提铁锤一直做山壁，阿布艾哈迈德甲后生拼命工作，希望赶紧打造出适合大的空间。在叙利亚西北边伊德利卜省，为4年前开始落入反政府势力控制了后，都甲政府军一直交战，在空袭炮火攻击之下，真侪无辜民众家园被摧毁。قمنا بحفر المغارة كنا وقت كنا مقيمين في قرية ترملة طول فترة الثورة ال8 سنوات كنا حفرنا مغار هنيك يعني بالضيعة وجتني الفكرة انه احفر مغارة هون. طالعنا يخرجوا من هالمنطقة طلعوا ها سكننا هاي عيشتنا نحن وهالعجال ها شو في ما في هذا بديل سكننا。尽管支持叙利亚政府军的俄罗斯伫当地8月30宣布停火减少空袭，不过依然有小型冲突一直发生。9月7日，美军阁针对缅甸伊德利卜的盖达组织进行空袭，和真侪人逃离家园。جينا سكننا هون شفنا عالم سكننا هون
تحت الشجرة 3 أيام تحت الزيتون بعد ما سكننا تحت الزيتون قام والله طلبنا أذن وقعدنا بهالباص نظفنا وقعدنا فيه أنا والأولاد 根据联合国统计，为4月开始，生活伫伊德利卜的300多万人，因为战争性命受到威胁。这场政府甲反政府抗争，已经让970多位老百姓无辜牺牲，而且阁予超过40万的伊德利卜人无家可归。记者综合报道。在南部地区，若准来入秋，空气品质就会变歹。环保团体认为讲，和高雄空气变歹凶手，就是大型电厂。虽然市政府有要求大型电厂对昨开始要甲1号、4号乡土炭机组来停半工，不过环保团体也认为讲，若要彻底改善，就要全部停掉。在今仔透早也到机会来抗议。行动局当中空污的怪兽，想要甲咱人拆食入北。高雄咧要开始秋冬空污的大戏，最近真侪空气的测站拢捌测到红害警告。顶部环保团体来甲基会办行动局，抗议高雄空污损害民众健康，要求兴达电厂袂使阁烧土炭。这4部已经是全台湾最老旧、最污染的燃煤机组，那高雄又是空品最差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我们高雄市民来承担这种老旧燃煤电厂的发电义务呢？全台湾难道都要欺负高雄市民吗？今天原本都是有课的，那今天是如果我们在想未来都已经不见了的话，那我们还要谈什么教育？环团认为兴达电厂就是空气污染上大的凶手。虽然电厂自9月26就拍算要让1号甲4号的烧炭机组生效半冬，减少空气中侪污染物的排放量。不过环团认为也是种停掉较好。许可证的核发都是照着这个中央所定的相关的法令去做一个执行。至于国家的这个能源政策，我想这还是回到中央的一个相关主管机关的一个权限。环保局回应，电厂除了2座机组无胖，另外2座的烧炭总量也会减少3成5。想要甲全部拢禁掉，不是地方政府第使决定。市政府为了减少污染，也推出真侪减量的办法，譬如讲大型工厂减量的协谈，甲介绍天然气加拢是。不过环团也是认为，和电厂完全停工是靠有影。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火力发电厂拍算要起新的2台氢加速的机组，10月初1会伫环保署来进行初审。台中市环保局透早也特别召开记者会，强调讲，虽然有这2台新的机组，火力发电厂也是唔肯答应将4台氢土炭来废掉。若准空气污染超过标准，唔但会甲因动发，而且也不准伊来延长使用年限。台中市环保局人员伫台中火力发电厂来稽查，提出了仪器来检测空污。如果到了秋冬空污的季节，中火新增加2台用天然气的机组，环保署嘛将会伫10月1号来进行初审。台中市政府上午特别召开了记者会。用来表达反对空污的决心。中台湾不需要一个污染巨兽，台中人也绝对不会接受。所以，我们这2大原则讲得非常的具体跟明确。台中市政府除了发出4台烧煤炭的机组啊处理的坚持，嘛无排除会使用无合法电源许可证的终极手段。我们把许可证，我们就不予这个核发，或者是停止这样的一个许可证。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环评委员听到我们台中人民的声音。然后把这个东西写进去环评承诺里头。台中市环保局指出，秋冬空污的季节就要来啊！除了中火，只要是符合着空污事情明确，就会开发。未来嘛会将符合台中市新煤自治条例写入许可证申请的要件当中。另外嘛会落实着4年减煤4成到1104栋。台电只是回应，能源转型减煤炭爱一步一步来，对立不好来解决问题。公平的状况跟供电的情势，我们会进行友善的降载。那甚至我们现在也在推行环保停机，供电跟环保之间，那我们其实不要把它陷入在一个对抗的局面。台电表示，空污季节来时阵，愿意扩大到降载范围，空气品质不好的时阵，就会伫发电安全的前提之下，会进行着环保停机，嘛会继续甲地方政府来合法做沟通。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渐渐反冷，东北季风也愈来愈强。伫咧英国罗水溪经过森林县的所在，沙石啊拢会硬飞。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森林县政府也邀请相关的单位来到麦寮出海口来会勘。第四河川局也表示讲，目前麦寮这站的罗水溪已经伫咧做工程啊，伫咧后个月会来完成，就袂搁再营业咯。抽水车伫溪畔来回一直在喷水，希望会当降低风杯山飞的危害。来到罗水溪麦寮河段，这10多公顷的大沙轮，甲超过100公顷的铺轮，若东北季风吹来，造成的风杯山，互附近的民众生活真无利便。即马河川局用清河道、种植物，佮配合抽水系统的方式，预估后个月就会当完工。以前没有办法来洒水。现在我们整个把水线布好了，那以前这里完全裸露，那我们那个就是把这个10几公顷的大沙丘搭配了水线，我们来把植栽现在努力的植批上去之后啊，那这个区域确实可以来产生效果哦。即马渐渐进入东北季风的季节，分管府为着了解处理风杯沙的工作进度，邀请相关局处、河川局来现场勘查，希望各单位会当较紧完工，避免乡亲受到风杯沙的影响。能透过无论是疏浚呐哈，或是增加我们的行水的这个断面哈，甚至我们这个整个的培厚廊哈，或是我们在这里做绿覆盖，就是种植马鞍藤啊，我们水线的喷洒，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抽水井的一个建制，到目前为止，我们逐步的在进度当中。分管府表示，除了希望相关单位较紧完工，嘛要求环保局特别注意气象预报，必要的时阵就要发布风杯沙警示，出动小机仔车，管制大小工程的拖沙，互风杯沙卖遐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基美医学中心的医护人员，唔但有医疗的专业，而且也是发明家。因将工作上所遇到的问题，利用3D 列印技术设计辅具，也在2019年历点子发明开设计竞赛，得到7项大奖的肯定。这个有3种使用方法的如意滚筒，是由医护人员设计，会当帮助患人工关节的病人，在咧手术了后的复健。我开完人工膝关节或人工髋关节之后，那我们的下肢就会肿胀，它僵硬就没有办法弯曲，所以我们设计这个遗物可以善用的一个如意滚筒来协助病人哈。那病人的脚，在这边像这样子，我们膝盖的部分就放在我们的膝盖下面，然后去滚动它。除了如意滚筒，也有光线机器，用无同款的湿水，甲复杂的光线分隔清清楚楚。另外，这个亲像一个收同款的幼婴的面床，提供无够月幼婴舒适的成长环境。台南基美医学中心的医护人员，伫咧工课之外发挥创意，用3D 列印的技术做真侪项辅助的器具，用来解决因伫医疗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个设计伫咧发明比赛摕到7项的大奖。那这个绿点子发明竞赛，那一共有8个国家，那110的队伍参加。那奇美包了7个产品，那7个产品统统获奖，我们得到2个钛金、3金，还有2银哈。郭正营主任表示，伊毋是为着发明才来做发明，各项器具拢是为着要照顾临床的需求，解决实际的问题，用来提升医疗照护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金门县政府为着要感念老官兵为国家付出，特别选伫古宁头建业70周年纪念头前，举办老官兵吊一零活动，鼓励这的老官兵登到较早的海防据点行行看看咧，而且佫送伊金门高粱做伴手。预备，走！夜色茫茫，星月无光，只有高山。踢脚步做伙唱军歌，陈尚道、洪德昌，也有王继世3个捌伫咧金门服役的老兵，做伙转来公保、高东，也有中兴堡3个海防据点，看到英俊的炮旅，即阵拢已经旧啊，因想起较早抽口啊来到金门做兵的心情。当年抽到金门是一个中了金马奖，每一个来金门当兵的弟兄。都是离开自己的家人几百公里，但是离敌人却只有2000公尺。一个心理上的压力，以及体力上的这个锻炼，以及食衣住行上面比较刻苦的生活，
想起较早伫咧金门做兵的种种，老兵的心情是拢真感慨。为着感谢老兵保卫国家，金门县政府特别经伫咧古宁头镇压70周年进前，举办老兵调集令的活动，希望会使鼓励老兵回来金门行大。那结合我们战役史迹协会的引导，跟乡镇公所的投入整理，在金东跟金西还有内3个地区的地线海防，我们整理了30个碉堡，让我们回来这些老兵前辈能够一一前去回忆过去的生活点滴。为10月7日一直到年底，只要捌伫咧金门服役过的老兵参加金门海防据点的旅游活动，就会使领到金门老兵的纪念酒，还有迄当时伫咧服役部队的徽章，希望会使调集老兵回来海防据点行看看咧。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教师节啦，云林在立国中的囡仔也发挥才艺，用精彩表演甲手写的卡片来表达对老师的感谢。老师也送因的学生囡仔苹果甲芹菜，要祝因平安顺遂。学生啊，做伙大声发出老师多谢。趁9月教师节的机会，云林西里国中的囡仔发挥家己的创意，表演布袋戏、翕影片、做卡片，用无同款的方式来传达对老师的感谢。我要谢谢我们班的老师，对我们的功课都非常要求的很严格，然后总是细心的指导我们，还有关怀我们。制作出这个礼物盒卡片比较特别。然后希望可以给老师快乐，祝他教师节快乐。学生为老师皇帝送一包乖乖，学务主任表示，这代表学生讲我会乖。老师也甲学生回礼，用苹果和芹菜。出华语的音代表祝福学生啊平安，万应骨力。五香口味的乖乖代表了这个我会乖，我会乖，然后来送给呢师长。那至于说呢师长的部分，接收到学生的祝福，师长又给予呢学生的祝福就是苹果，还有呢芹菜，象征呢平安以及呢勤快。国中是少年囡仔当大人正重要的时阵，老师除了指导课业，也协助学生啊了解家己的个性，随时关心看教。学生啊平常时歹势讲出来感谢，趁教师节传达一份感动，这也是成长的过程中正重要的功课。记者综合报道。921大地震到今已经20年啊，当时伫南投一节的武昌宫是规个毁掉。为着要提醒民众用谦卑的心来看待大自然，集集镇公所甲民间团体也点灯的方式，甲武昌宫照光。伫集集囡仔的歌声当中，简单几拍的灯光，就让武昌宫有了无同款的生命。济民众和艺文人士聚集伫咧武昌宫头前，回忆921大地震到今南投的转变。真有名的诗人向阳也来到现场吟诗，纪念921 20周年。我望停落来，当厝壁找袂到休困的所在。讲到921大地震，南投人拢有一段家己的故事。也有人伫咧921大地震了后，决定回来集集甲故乡重新出发。集集镇公所甲民间团体做伙举办小镇艺术节，用戏剧表演、光疗艺术，也搁有艺文展览，互人看到集集灾后重生的面貌。我其实已经离家很久了，我们经常都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很少回到集集。但是在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故乡对我的重要性，才突然知道集集对我的意义有多大。就从那年开始，我不断的每年都回到集集。希望透过点灯的仪式，能够让未来我们整个集集镇能够大放光明啊！整个集集的乡亲们，大家都能够平安幸福。倒去的武昌宫，即阵因为灯光加了未招温暖，也让民众继续抱着希望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人造肉工厂北洋美特伫欧美国家真受到欢迎，真也去到罗西亚。另外，伫加拿大的麦当劳也拍算第37天，要来试卖用食物菜卡马豆所造成的人造肉夹棒。
这个汉堡完全无肉，不过伊已经伫美国、欧洲真受到欢迎。当伊出现伫莫斯科的美食餐厅连锁店，顾客食到巴肚的感觉，甲食肉是差不多济。Если бы не сказали бы, я бы никогда не сказал, что это веганская штука. Мне похоже на мясо, да. И котлеты классные, и вот органолептика, и послевкусие, и как во рту, и жуется. 俄罗斯这间美食连锁餐厅表示，因用是目前伫欧美真受到欢迎，因做肉厂商Beyond Meat真做肉，也就是以食物、青菜、卡巴头为主要原料，菜单顶悬叫做 PLT 料理。目前全球其他分店卖无肉汉堡已经1年，欧洲半年，希望伫俄罗斯也能得到大家娱乐。肉品食材，餐厅相关业者也高度关心后续可能带来冲击。Должны быть все оценены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н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мы имитируем структуру мяса, мы очень четко должны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это должен быть полноценный белок. Потребление будет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заметно. Потребл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сегодня это 11 миллионов тонн мяса и мясопродуктов. Оно также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о с нашей историей, культурой, традициями. 全球有名素食连锁店麦当劳9月30要伫加拿大西南部28间连锁门市采用Beyond Meat真做肉，试卖食物汉堡，一个税后的价小是6.49加币，相当新台币152块。伫这进前，麦当劳伫欧洲部分国家以及以色列也卖售汉堡。另外，肯德基、提姆霍顿快餐、甜甜圈、Dunkin' Donuts旗下分店拢已经咧卖。Beyond Meat 今年5月伫美国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第一天挂牌股价冲超过了17%。英国巴克莱银行分析师预估，Beyond Meat 前景真好，未来10年期待有希望成长超过1400亿美金。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泰国有一名12岁少女莉莉，伊受到瑞典少女环保倡议者桑伯格的感召，也发起罢课，做伙来甲社区拼清气的活动。画面上，这块绿地被讲做万国的戏，但是规幅海本数已经互伊用要被喘气。17岁的万国少女莉莉带头推动的城市清洁运动，即天男女老幼共襄盛举，真耐心苦力将裤脚豆豆去互清气，真紧雪茄树干就捡几落啊，5花10色的树林嘛捡几大罐，数量真惊人。莉莉讲，其他伫坚持落去的人，都是带领规个世代的青少年，甲正确施压对抗地球暖化。15岁的少女桑伯格。Kids can make a difference. She wants everybody to do something, and she got so many people together. 莉莉已经伫政府大楼外口发起几啊间静坐示威，嘛要求教育部推动环境教育课程，各地接找大企业沟通减用塑胶制品，并且参加联合国研讨会表达诉求。全国各地运河嘛定来看到莉莉合同学做伙伫咧河本数拼河川。伊讲家己是战斗儿童，对环境的消失感觉真愤怒，但是又原想要保持乐观。I usually don't go to school. I mean, I've learned more from doing this than I have at school, so. It is hard, but I like to be positive about it because there's always hope. We can always fix something. If there's a problem, we fix it. 莉莉对8岁就开始家己的环保运动，爸母一路甲支持相挺，伊已经得到一个小小的胜利，也就是说服万国的超市卖场 Central， 每礼拜用一天无提供塑胶购物袋啊。另外，包括 7-11 超商在内一寡真有名的业者，嘛已经承诺伫咧明年1月底进前停止提供购物的塑胶袋啊，显示已经大大出现改变。桑伯格所率领的少年世代，伫9月20要去纽约，赶伫咧联合国大会开议进前发声，要求全球的政府积极应对全球暖化。莉莉其实嘛会当做伙去，但是伊选择留伫咧泰国继续打拼，因为东南亚才是家己的主战场。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气象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为25度到29度。南部地区为28度到33度，南部地区为28度到32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0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5度到31度。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嘉豪，咱后礼拜再会。
了。